五彩池、五彩灘啊，唔係五彩灘。望一望咯，望一望咯，好短啫。我一人都行埋嗰個燈塔啦。我諗好鬼短啫，一陣就行完啦。偷石油，还有什么呀？还有沥青，大家知道吗？铺路的沥青，它的沥青相当好，这里含的沥青矿特别丰富。那么大家可能会说，怎么会有这种条件的雅丹地貌呢？原来它是一个大的淡水湖泊，也是地壳变动以后湖底上升。那么湖底上升以后，各位没有草没有树了，风是不是特别大呀？风一大，这里刮起风来啊，是这样的，呜，就跟对，这就是魔鬼城的景区了。你们进去，你们也会后悔，所以路观一下反而还好，途观里面就是外围的这些东西啊，所以呢，减少了一道门票，路边都可以看到，哎，这就是世界魔鬼城了。来，你们想拍照的拍一下了，车速慢一点。都係睇下對嘢佢個。对，我们行程中有一个途观魔鬼城，讲的就是这里了啊。为什么叫魔鬼城？各位，因为它刮风的时候鬼哭狼嚎，所以叫它魔鬼城。实际是一个雅丹地貌了。那说到这里，我们很快就要到餐厅了，哎，对，大家就要吃晚餐了。有魔鬼城。难道我没有给你们讲故事吗？对呀，你们说不是吃就睡。菜里木湖。咁啊，呢條路啊，得右手邊一截，因為你個湖太大，我諗冇車路可以行到個圈，得半邊嘅，大1/3度啦。其他可能都要騎馬先可以行得遠。而家就搭旅遊巴。會停2個景點。菜里木湖。點將台，成吉思汗喺度，點嗰啲士兵大將。又下低上3米度啊！點將台得個頂86柱，有咩咁特別咧？仲有得上。
呢度而家11點半都仲有都未收檔嗰啲。翻到香港係呢度真係呢度2、3線城市。下晝啦。